香港人買銀包90%都會揀啡色、黑色或者深藍色。你知唔知點解？呢個唔單止係因為好襯衫，而係本地幾十年流傳落嚟嘅一個生活智慧。銀包唔係普通雜物，佢係你隨身孭住嘅財富。顏色揀得啱，等於個財富蓋得穩；顏色揀得唔啱，等於個蓋喺度漏水。今日我就用五行嘅角度同大家拆解下銀包顏色嘅學問。大家出嚟，社會打拼咗幾十年，可以話係身經百戰。如果你覺得我接下嚟講得有道理，可以喺評論區打出聚財兩個字，同自己同家人結個善緣。各位老友記，我哋經歷過香港經濟起飛嘅黃金歲月，由70、80年代嘅製衣廠、塑膠廠嘅獅子山精神，一路做到而家賺翻嚟嘅，每一分每一毫都係有血有汗㗎。以前我哋父母嗰一輩出咗糧，係用手巾仔包住一層又一層，擺喺貼身嘅衫袋度，嗰個就係佢哋最原始嘅財富。而家我哋生活好咗，有咗各式各樣嘅真皮銀包，但係嗰種將錢當一回事，將財富睇得好重嘅初心，絕對唔可以丟到咗。而家呢個年紀，我哋最關心嘅已經唔再係點樣去搏命賺大錢，而係點樣去守財，守得住自己辛苦賺落嚟嘅養老本，守得住呢份安穩，唔好俾佢無端端流走。呢個先至係我哋而家最大嘅課題。而家出面個世界變得好快，物價又貴，醫療開支又大。好多時候錢使咗出去都唔知使咗去邊，所以由一個最貼身嘅物件開始，即係我哋嘅銀包，建立呢個守財嘅意識係非常重要嘅。傳統國學裏面，錢財對應五行裏面嘅金，點解係金？自古以嚟真金白銀就係財富嘅象徵，而銀包作為一個裝錢嘅地方，我哋絕對唔可以只係當佢一個普通嘅袋，佢其實係你個人嘅一個小型財富。五行講求相生相克，萬事萬物都有佢嘅規律。我哋要聚財就要順應呢個規律，用啱顏色去生助金氣，或者將金氣好好咁收藏起嚟。如果顏色黑蝕咗金氣，咁就好似你個財富穿咗個窿，點填都填唔滿啲錢，自然就守唔住啦。呢個就好似我哋種樹咁，你要有肥沃嘅泥土去滋養佢。喺五行裏面呢個就係土生金。用土色系嘅顏色去滋養你嘅金氣，就好似大地包容萬物，收埋啲金銀珠寶一樣，等你嘅財富有一個穩固嘅基礎去生長。又或者係水聚金嘅原理，水主藏納，深色系就好似深水淵潭，將啲財氣穩穩陣咁沉住束住，唔俾佢咁易蒸發走。相反，如果係火克金，譬如用大紅色，喺五行上就係直接沖克金氣。大家千祈唔好覺得呢啲係一種迷信或者封建思想，呢個絕對唔係咩詛咒，而係古人觀察大自然資源幾千年歸納出嚟嘅一套分類智慧。我哋可以當佢有生活習慣嘅參考，一種提醒自己理財嘅心理暗示。其實你睇下我哋香港，作為一個典型嘅商業社會，我哋嘅嶺南文化最講究嘅就係財不露白呢4個字。我哋嘅父母輩由細就教導我哋袋入面有錢都唔好周圍張揚，做人要低調。所以你睇本地嗰啲出名嘅風水師傅推薦嘅顏色，絕大部分都係沉穩低調深色嘅。呢個同我哋香港人務實精打細算低調做人嘅性格非常之夾。我哋到咗中老年，唔求一夜暴富，但求細水長流，安安穩穩。大家認同呢種生活哲學嘅，不妨喺評論區打出細水長流，我哋互相勉勵一下。接住落嚟，我就同大家詳細講講第一梯隊嘅顏色，亦就係我哋香港人最常用、最穩陣嘅3種顏色。呢3種顏色可以話係佔咗市面上90%以上嘅銀包款式。如果你而家正打算換一個新銀包，或者想買一個送俾老伴，呢部分一定要留心聽。好，第一種就係咖啡色、深棕色或者駝色，呢個喺五行裏面係屬於土嘅顏色。我頭先提過土生金，所以呢個色係最正統嘅養財色。大家想象下，啡色就好似我哋腳下嘅大地，佢俾人一種好有承載力、好厚重、好穩固嘅感覺。香港人最中意買磚頭，覺得買樓最保值。
點解？因為留喺土地上嘅土能夠生金，用啡色嘅銀包就等於喺你嘅衫袋度隨身帶住一塊能夠生金嘅土地，大地藏金。你將啲錢擺喺一個好似大地咁穩固嘅財富入面，佢自然能夠安安穩穩咁留低嚇。大家平時去行下香港嘅百貨公司，你去睇下嗰啲賣真皮銀包嘅專櫃係咪？幾乎每一間都一定會將棕色、啡色嘅款擺喺最顯眼嘅位置，特別係對於我哋長輩或者一啲做生意嘅人，最中意就係買呢一色。點解呢？因為低調穩重，完全符合財不露白嘅原則。如果你而家已經退咗休，或者準備退休，唔想生活再有大起大落，只想穩穩當過好每一日，每個月嘅生果金、強積金能夠安安穩穩咁喺衫袋度咁啡色，絕對係你嘅首選。而且大家要知真皮本身就係動物嘅皮革，佢天然帶有一種土氣，你保留佢原本嘅棕色調，呢種天然嘅磁場係最好嘅。用呢種顏色嘅銀包，會喺無形之中俾你一種心理暗示，令你喺每次攞錢出嚟嗰陣都會諗多一秒，呢筆錢係咪真係非使不可？呢種穩重嘅氣場自然就幫你守住咗錢財。如果你而家手上面用緊嘅就係啡色銀包恭喜你，你已經掌握咗穩健理財嘅第一步。大家可以去評論區打返個穩如泰山，同自己加油。第二種要講嘅顏色就係黑色或者深炭灰色，呢個亦係香港銷量最高嘅銀包。顏色可以話無論男女老幼用黑色都係最唔會出錯嘅。喺五行裏面，黑色屬於水堪魚，學有句老話叫做水管財。但係各位要知，呢個水絕對唔係嗰啲淺嘅水洼，而係一潭深水黑色，俾人嘅感覺就係深邃睇唔透，就好似深潭咁主沉潛藏納。好多本地嘅風水師傅都講過，黑色係最穩陣嘅安全牌。佢唔單止能夠聚財，最重要嘅係佢能夠守財。好多做生意做投資嘅人，多數都會揀用黑色嘅銀包，因為做生意嘅人每日嘅現金流出入好大，佢哋最驚嘅就係錢入咗嚟，但係留唔住左手嚟右手去，最後得個吉黑色嘅銀包，就好似一個深水庫電柴流入嚟之後就沉咗喺底，唔會輕飄飄咁流走。而家社會上有好多陷阱，專門針對我哋呢啲有啲積蓄嘅長者，各種推銷，各種話高息嘅投資，令人眼花繚亂。我哋用黑色嘅銀包就係提醒自己，凡事要沉得住氣。人哋講得幾天花龍鳳都好，我嘅錢喺我個黑水深潭度，我唔會輕易拎出嚟。呢種沉潛嘅心態咁好多時候能夠幫我哋避過啲大坑。對於我哋中老年人嚟講，生活中有太多意想不到嘅開支，可能係身體健康嘅保養，可能係屋企要買啲咩貴重嘢如果銀包唔能夠好似深水咁將啲錢束住，咁真係會令人好冇安全感。所以如果你唔知揀咩顏色，又或者你想將過去嘅浮躁都沉澱落嚟，黑色絕對係你嘅不二之選。佢代表住一種歷經滄桑之後嘅沉穩，一種睇透世事之後嘅內斂。認同黑色嘅朋友可以喺評論區留低深水藏財4個字第三種穩妥色就係藏藍色或者叫深海藍。藍色喺五行裏面同黑色一樣，都係屬於水行，但係藍色俾人嘅感覺比黑色要稍微柔和少少，佢冇黑色咁嚴肅，反而有一種海納百川嘅寬廣意象。海洋可以容納百川嘅流水，代表你嘅財富可以接納嚟自四面八方嘅財富，無論係正財定係偏財，都可以匯聚到呢度。呢個亦係好多上咗年紀嘅男士，除咗黑色之外，最中意嘅一種顏色，因為佢帶有少少包容感。但係各位老友記，一定要注意一個非常關鍵嘅細節。香港人買藍色銀包只認深藍或者藏藍，如果你去買淺藍色或者嗰啲非常搶眼嘅亮藍色，咁係絕對唔得嘅。點解？因為淺水而流，淺藍色嘅水又好似山間嘅小溪，或者係落雨日馬路旁邊嘅流水流得好快，完全停唔到。呢個喺傳統智慧入面代表咩？代表你嘅財氣都會好似流水咁，好快散走啲錢，一到手
就因為各樣瑣瑣碎碎嘅嘢使咗出去，根本傳唔到。呢種顏色絕對唔適合我哋想守財聚財嘅中老年群體。所以你細心去睇下市面上嘅主流大品牌，佢哋設計俾成熟穩重人士嘅銀包，好少會推出亮藍色嘅。如果你想買個銀包送俾你先生，或者送俾個仔做生日禮物，深藍色係一個非常好嘅商務第二選擇，顯得有品位，但係又唔會失咗穩重。只要記住買藍色一定要揀夠深嘅，深到好似夜晚嘅大海咁樣，咁先能夠幫你將啲財氣牢牢地鎖住嚇，喺無形之中幫你積累財富。如果大家以後去買銀包，記住咗呢個秘訣，可以喺評論區打出海納百川，提下其他仲未留意到呢個問題嘅朋友。啱啱我哋講完最穩妥嘅3種顏色，接住落嚟我要同大家分享嘅係第二梯隊嘅顏色。呢部分嘅顏色我哋叫做招旺財色，佢哋係屬於進取型嘅顏色呀。對於我哋中老年人嚟講，呢啲顏色可能唔係我哋每日買餸去酒樓飲茶嘅首選，但係如果用喺特定嘅時間同特定嘅人群身上，會有意想不到嘅效果。首先就係金色、土黃色或者香檳。金喺5行裏面，金色係直接對應金氣嘅，所以理論上講佢嘅招財力量係最強嘅。好多人一聽到招財最強，就恨不得即刻換一個金光閃閃嘅銀包。但係各位老友記，凡事都有兩面性，金色嘅氣場非常張揚，佢招財快，但同時亦都帶有大進大出嘅風險。係我哋成日教下一代錢嚟得快，去得都快。如果你日日拎住一個全金色嘅銀包去街市買餸，去超市排隊俾錢，呢個唔單止違背咗我哋前面講嘅財不露白，而且喺無形之中會令你產生一使錢大手大腳嘅衝動。所以香港人其實好少會日日用全金色嘅銀包。咁幾時用呢？多數喺新年想除舊迎新嗰陣，或者屋企有後生仔轉工，啱啱開始創業，需要轉下個運勢，打開局面嘅階段，又或者係揀一啲香檳金、暗金色做點綴嘅款式。對於我哋呢啲已經退休或者準備享受晚年生活嘅人嚟講，如果你真係好中意呢種明亮嘅色系，我強烈建議你揀瓦面嘅土黃色。土黃色既有土生金嘅安穩，又帶有少少招財嘅明亮，係比嗰啲刺眼嘅亮金色要穩陣得多。如果你希望喺嚟緊嘅日子入面，唔單止能夠守住錢，仲能夠有一啲穩健嘅小進帳，譬如買啲收息股可以準時派息，咁土黃色係一個唔錯嘅選擇。贊同凡事要穩紮穩打嘅朋友，可以喺評論區打出穩步向前，我哋一齊聚一聚呢個穩健嘅磁場。第二梯隊入面嘅另一種顏色係近年喺香港非常流行嘅墨綠色或者森林綠色，喺5行之中屬於木。我哋成日話10年樹木，木係主生長主生發嘅，佢代表住一種生生不息嘅生命力，寓意你嘅財源能夠好似大樹咁紮根喺泥土入面，然後慢慢地穩穩地向上生長。呢種顏色唔單止適合後生仔，其實亦都非常適合我哋中老年人。點解呢？因為到咗我呢個年紀，我哋唔求一夜暴富，但係我哋都希望自己嘅積蓄能夠抵禦通脹，能夠有一啲穩健嘅正財增長。墨綠色嗰種深沉而唔搶眼嘅感覺，就啱啱好切合咗呢種心態。佢冇翠綠色咁輕浮，帶有一種經過歲月沉澱嘅厚重感。如果你仲打緊工，希望可以喺退休前穩穩陣陣再上一個台階，或者你自己做啲小生意，希望客源能夠慢慢擴張，細水長流，咁墨綠色絕對係你嘅好幫手。佢提醒我哋財富就好似種樹咁，需要耐性，需要時間嘅灌溉，又唔急係急唔嚟嘅。如果你都中意呢種好似大樹咁踏實嘅財富觀，請喺評論區打出生生不息。祝願大家嘅財運都好似常青樹咁茂盛。講完適合嘅顏色接住落嚟呢部分，大家一定要豎起耳仔聽。我要同大家講下要避忌嘅色系，亦就係點解香港嘅主流品牌有啲顏色嘅銀包，佢哋係堅決唔做嘅。我先聲明，我哋講呢啲絕對唔係為咗大家，而係用傳統文化嘅觀點，
同市場現象去做個解釋。排喺避忌顏色第一位嘅就係正紅色或者亮紅色。喺五行理論入面，火克金，紅色屬火，火會將金融化，所以呢個喺理論上係最直接沖克財富嘅顏色。另外大家回想下，我哋喺日常生活入面幾時會用到紅色嘅數字？冇錯，就係蝕錢嗰陣，財務上叫做赤字。呢個喺民族上帶有一種入不敷出嘅意象。呢個就係點解你去留意下香港主流品牌嘅經典款，幾乎揾唔到正紅色嘅銀包。講到這裡，可能有老友記會問：等陣你話紅色克財，咁我哋過年派嘅利是封明明個個都係大紅色㗎，咁咪即係矛盾咯？呢個問題問得非常好，亦都係香港風水民族入面最常俾人誤解嘅一個地方。我同大家拆解下，你就通晒核心，就係4個字：用氣功能。紅色本身並冇絕對嘅吉凶，關鍵係要睇呢個紅色用氣係攞嚟做咩嘅。用幾耐銀包係咩？係財富，佢係你長期貼身放現金、放銀行卡嘅用氣，一用就係1、2年、2、3年。財富嘅核心使命係壯納、穩固守財，要令你辛苦賺翻嚟嘅錢越積越厚。你將錢財五行屬金嘅錢長期擺喺紅色屬火嘅容器入面，火日日克住啲金，喺五行上就叫做久用耗財，對應到現實入面就係使費變大啲錢，左手嚟右手去存唔到家底。但係利是封呢？利是封從來都唔係財富，佢係吉禮。入面裝嘅錢係過路財，只係短暫擺一擺，核心功能係傳遞祝福、驅邪納吉。呢封利是本身就係要送出嚟流動起嚟嘅。紅色屬火同時亦都對應陽氣喜慶、辟邪利是封嘅作用，就係用紅色嘅純陽氣場，俾入面啲錢加持福氣、驅散晦氣，將好運連同禮金一齊傳遞俾對方。咁啲錢喺利是封入面只係留好短時間，唔存在長期火克金嘅問題，反而紅色嗰股吉慶氣場能夠令呢筆錢變成帶住福氣嘅財。你細心諗下，新年派利是人馬唔使大，但個封套一定要紅，係咪就係用紅色將嗰份心意加持過，再送俾親戚朋友？所以你睇銀包忌大紅，利是封必須大紅。呢個唔係矛盾，係一套完整嘅本地邏輯。紅色用喺財富上，長期克金係大忌；紅色用喺吉禮上，短期傳福係大吉。二者嘅使命由根源上就唔一樣，顏色嘅評判標準自然完全唔同。咁有啲老人家會問，收咗利是之後點樣處理？呢個都係有講究嘅。本地人嘅做法係歸庫，過咗正月15，就將利是封全部拆開，將啲錢拎出嚟，擺入自己黑色、啡色嘅主力銀包入面。呢個動作嘅寓意係咩？就係將利是帶俾你嘅喜氣、福氣，通通收納入你嘅財富裏面，只留吉氣，唔留火氣。所以收咗利是唔拆，將啲錢長期留喺紅色封套入面。喺本地講究入面，反而係唔建議嘅。當然好多老人家會話，今年係我本命年啊，大師話要用紅色擋煞㗎。呢種情況底下點算呢？其實本地人有一個好聰明嘅折中方法，就係揀酒紅色或者棗紅色。呢種暗紅色已經將嗰種猛烈嘅火氣壓咗落嚟，變得深沉，唔再咁沖克。又或者你可以用紅色做內襯嘅銀包，外面係守財嘅黑色、啡色，裏面透少少紅，等於係將火生土嘅轉化過程做喺財富內部，既借到紅色嘅旺氣，又唔會犯到火克金。如果你而家手上面用緊嘅啱啱好就係紅色銀包，聽到呢度千祈唔好驚慌失措。現代社會顏色對財運嘅影響好大程度上係一種心理暗示。你知道咗呢個文化背景，下次換銀包嗰陣順理成章咁轉個深色就得啦，唔使覺得係一個詛咒。呢個只係一種文化嘅講究。種要避忌嘅顏色係粉紅色、淺紫色或者亮橙色。呢幾種顏色同樣帶有火嘅屬性，理論上亦都係會散耗財富嘅。而且喺我哋香港本地嘅民族入面，粉色係仲有另一層顧慮，就係桃花。對於後生仔女嚟講，求姻緣可能唔錯，但係佢往往意味住你要因為人情世故、因為感情而使好多錢
對於我哋中老年人嚟講，最驚就係無端端嘅桃花劫。而家出邊咁多專門針對單身長者嘅感情騙局，將啲老人家嘅棺材本都呃晒。所以用粉色系嘅銀包喺潛意識入面，可能會令人變得感情用事，處理金錢嘅時候唔夠理智。因此，除非係買俾10幾歲嘅小孫女，否則我哋自己最好都係避免用呢啲容易令人心浮氣躁嘅顏色。第三種要盡量避免嘅係純白色或者淺米色。好多人覺得白色乾淨高雅，但係白色喺五行雖然屬金，佢嘅氣場卻係發散嘅白色，俾人一種空空如也、兩手空空嘅感覺。呢個同我哋銀包需要厚重藏財嘅理念係完全相反嘅。再講，從最實際嘅生活角度睇，白色極度唔耐污糟，銀包係我哋每日都用手摸嘅物件，冇幾耐邊邊就會發黃變黑，一個污糟邋遢嘅財富風水點會好呢？所以白色銀包喺香港市場嘅佔有率非常之低，多數只係作為夏天嘅時裝襯搭，好少人會攞嚟做主力銀包。講到呢度，我想同大家掏心窩講幾句說話。以上講嘅呢啲都係傳統五行同民族角度嘅觀點。如果你真心覺得紅色好靚，或者白色好啱你嘅氣質，你用得好開心，咁就唔使因為一個顏色而感到恐慌。我哋活到呢把年紀，最重要係心情舒暢。但係如果你想參考我哋中國幾千年傳落嚟嘅傳統智慧，想透過揀一個合適嘅顏色，令自己多一份安心，喺每次使錢嗰陣多一份聚財嘅意識，呢個先至係我哋今日探討顏色嘅真正價值所在。覺得我講得理性嘅朋友，可以喺評論區打出安心理得，等大家都睇到呢份豁達。除咗顏色之外，香港人喺用銀包嗰陣，仲有3個非常講究嘅配套習慣，可以話係加碼嘅實用建議。大家不妨參考下。第一個習慣係一個好普遍嘅現象，就係長款優先，銀紙唔好折。大家回想下以前嗰啲大老闆、有錢人由西裝內袋拎出嚟嘅清一色都係長條形嘅真皮銀包。點解香港人咁偏愛長款？因為銀紙擺喺長款銀包入面係平平整整、舒舒展展嘅。呢個喺傳統睇法入面，寓意住錢財舒展，唔被壓迫，咁先能夠更加聚氣。相反，用短款銀包為咗方便，夾硬將一張完整嘅銀紙折成2半甚至3半，呢個被認為係一種壓財嘅做法。錢俾人糟質到就晒財氣，又點會順暢呢？所以如果你習慣帶現金換個長款銀包，等你嘅財富有個闊落舒服嘅屋企，佢自然願意留低。第二個習慣就係銀包一有破損，一定要換。好多老一輩嘅人非常節儉，衫着爛咗補下，繼續着，呢個係一種美德。但係唯獨銀包爛咗係唔可以求其嘅。如果你見到自己個銀包邊邊甩皮，4個角磨損晒，甚至入面穿咗個細窿，呢個喺風水上叫漏財之象。財富穿咗窿，你裝幾多錢入去都會唔經唔覺咁漏走。呢個亦係點解好多香港人習慣銀包用個1-2年、2-3年。就算未完全壞，都會去換過個新嘅。呢個絕對唔係貪慕虛榮或者奢侈浪費，而係為咗保持呢個財富嘅完好無缺。大家聽完今集節目，不妨拎自己喺個銀包出嚟檢查下，如果已經爛溶溶，係時候對自己好啲，買個新嘅啦。第3個習慣，大家去商場嗰陣，可以留意下好多高檔嘅真皮銀包，都會帶有一個金燦燦嘅金屬扣，或者金屬嘅拉鏈頭。呢個唔單止為咗好睇，喺五行學說入面，金屬嘅配件自帶金氣。我哋用土色或者水色嘅銀包嚟養金聚金，再加埋呢個金屬扣，就係金生金，旺上加旺。呢個小小嘅金屬配件就好似財富上面嘅一把堅固嘅鎖，將你嘅財富牢牢咁鎖喺入面。好啦，今日同大家講咗咁多關於銀包嘅學問。而家我哋嚟做個簡單嘅總結。對於我哋香港嘅中老年朋友嚟講，買銀包最穩陣、最能夠守財嘅，又係啡色、黑色同深藍呢3種土水色。係如果你有特定嘅階段性目標，譬如想增加正財或者轉運，可以適當考慮帶有金色或者墨綠色嘅款式。
同時盡量避開正紅亮粉同純白色，費事令自己嘅財富氣場變得唔穩定。但係各位大哥大姐，講到最尾，我必須要提醒大家一句最核心嘅説話：銀包嘅顏色款式啦，無論講得幾咁神奇，佢始終只係一種輔助，一種提醒我哋珍惜財富嘅心理暗示。喺呢個世界上，真正最強大、最牢不可破嘅財富，係你清醒嘅理財頭腦，係你量入為出嘅消費習慣，仲有你唔貪小便宜嘅防騙意識。無論你用咩顏色嘅銀包，如果日日亂咁買嘢，或者聽信人哋嘅高息誘惑亂咁投資，咁就算金山銀山都會敗晒。睇完呢條片，大家不妨而家就將自己嘅銀包拎出嚟，翻開睇下，檢查下佢係咩顏色嘅，邊角有冇破損漏財，入面嗰啲銀紙係咪平整咁放住，有冇俾人截到亂晒龍。將呢3個細節地做好，其實就已經係對我哋中國傳統智慧最好嘅尊重，亦都係對自己辛苦賺落嚟嘅財富最大嘅負責。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對你有啟發，對你嘅生活有幫助，唔好吝嗇你嘅點讚，亦都將呢條片轉發俾你身邊嘅親戚、朋友、老同學，俾佢哋都檢查下自己嘅財富。歡迎大家喺評論區留言話，我知你嘅銀包而家係咩顏色，大家互相交流下心得。祝願大家喺嚟緊嘅日子裏面財富穩固，身體健康，安享晚年。我哋下期節目再見。如果你發過呢3種夢，恭喜你就快行大運啦！好多人一做咗啲古靈精怪嘅夢，個心就立立亂，即刻去翻啲舊書仔，又或者四圍去問人，驚到十足，怕係唔係有咩唔好嘅預兆，怕自己身體會出問題，又怕屋企運勢會走，下波仲有人花冤枉錢去請啲所謂嘅符咒，結果搞到自己成日疑神疑鬼，心神不寧。作為大家嘅老朋友，我今日就清清楚楚同大家講，我哋唔搞嗰啲封建迷信嘅嘢，我哋要用老祖宗留低嘅真正國學智慧，再加埋現代嘅科學心理學，將呢個夢境嘅謎底徹底揭開。如果你最近喺夢入面見過一啲特別嘅場景，千祈唔好驚，唔係咩妖魔鬼怪，亦都唔係大禍臨頭，啱啱相反，好大機會係你身體入面嘅氣血開始暢通，心入面嘅執念開始放低你嘅運勢，就嚟時來運轉嘅強烈信號。中國最古老嘅智慧經典《易經》入面有句話就叫做吉凶未形，先見符夢。呢句話係咩意思呢？就係話天下間嘅吉凶禍福喺現實生活仲未完全顯現出嚟嘅時候，其實已經喺你嘅潛意識，喺你嘅夢境入面提前露出咗端倪。現代心理學亦都證實咗呢一點，夢境絕對唔會憑空產生，佢係你個腦喺深度睡眠嘅時候，對你身體嘅生理狀況、心理壓力同埋周圍磁場變化做出嘅一種本能反應。用我哋國學嘅術語嚟講，當一個人要行好運、發大財福、報現錢嘅時候，佢個人嘅氣場同磁場一定會先發生轉變。你心氣變平和，身體陽氣變足，體內嘅瘀滯化解咗呢啲生理同心理嘅積極變化，就會喺夢境入面折射出特定嘅吉祥異象。就好似天氣要落雨之前，天空一定會先出烏雲吹涼風一樣，係一個非常自然嘅規律。所以話，如果大家最近或者以前曾經做過我接下來要講嘅呢幾種夢，咁首先要喺心入面同自己講聲恭喜，因為呢個說明你最艱難嘅低谷期已經過咗，你身上嘅晦氣正在散退，你嘅好運同財運已經喺路上準備同你招手啦。喺度我都想請各位街坊喺我哋嘅評論區親手打時來運轉或者接財接福呢4個字。呢啲唔單止係一個簡單嘅留言，喺國學上嚟講，呢個叫做意念共鳴。當你用積極嘅心態去寫下呢句話嘅時候，你就係向宇宙、向你嘅潛意識發出一個強烈嘅邀請，將呢股好運嘅能量牢牢鎖喺自己身上。咁到底有邊啲夢境係代表我哋就嚟行大運、發大財嘅預兆呢？而家直接入正題，先講第一種最經典嘅夢境，夢見水通四海，又或者夢見洗滌清理嘅場景。講起水，
我哋香港人最熟悉不過我哋廣東人，香港人嘅傳統文化入面最講究嘅一句話就係水為財。你睇下我哋嘅維多利亞港，每日潮漲潮退，千帆過盡橫年。香港可以從一個寂寂無聞嘅小漁村發展成國際金融中心，靠嘅就係呢片得天獨厚嘅水。平時我哋去茶樓飲茶，又或者同街坊傾偈，大家成日問最近有冇水，即係問最近手頭鬆唔鬆動。可見水喺我哋嘅潛意識入面，天生就同財富資源緊緊連埋一齊。如果喺一場夢入面，你突然見到好壯觀嘅水景，比如你企喺維港兩岸，見到海水大漲，波濤洶湧，但又唔會令你覺得驚。又或者你夢見外面落起傾盆大雨，嗰啲雨水好似瀑布咁沖住條街，而你企喺屋檐底睇住窗外嘅雨水，個心感到無比舒暢同清涼。又或者你夢見自己彎低腰，用非常清澈嘅泉水洗手洗腳，甚至喺夢入面大汗淋漓，將一件好耐冇着嘅撞衫洗得乾乾淨淨。總有啲老友記會夢見自己攞住掃把同抹布，大汗淋漓咁清理自己好多年前喺旺角或者深水埗住過嘅舊屋，將入面嘅陳年積灰、破舊家私全部搬出去。醒咗之後，你可能覺得身體有啲攰，但係奇怪嘅係，你嘅精神反而覺得前所未有啲輕鬆。好多人唔知呢個夢嘅意思，以為夢見漏水或者大魚係屋企會出事，其實你就大錯特錯啦。我哋從易經嘅卦象嚟仔細分析，喺易經64卦當中，坎卦對應嘅就係水，坎卦。雖然喺某啲時候代表重重困難，但係水最核心嘅特質係咩？係流通，係變化，係潤澤萬物。水係天底下最柔順但又最有力量嘅嘢，佢可以沖晒走所有污垢，亦都可以填滿所有坑洼。咁呢個夢背後嘅真正教育價值同科學道理係咩呢？絕對唔係話你做完夢第二日去買六合彩就中頭獎，嗰啲唔叫國學，嗰啲叫痴人說夢。呢個夢反映嘅係你現實生活入面生理同心理都緊接發生一場深刻嘅附生。新老友記，大家靜落心諗下，中老年人最驚係咩？身體上最怕就係氣血不通，即係中醫講嘅氣滯血瘀。年紀大咗，血管容易硬化，經絡容易堵塞，好多慢性病、腰酸背痛都係因為體內嘅能量唔流通。而心理上，中老年人最怕嘅心靈毒素就係焦慮、擔憂同放唔低，對子女嘅過度操心，對過去嘅耿耿於懷，對未來疾病嘅恐懼。呢啲負面情緒就好似陳年垃圾一樣，日日堆喺你嘅心入面，令你每日都覺得心口翳悶，活得好沉重。當你喺夢中見到清澈嘅大水，又或者喺夢入面做大掃除、洗滌身體嘅時候，喺心理學上嚟講，係你個腦嘅自我防禦機制，喺幫你做深度嘅心靈排毒。呢個說明你喺不知不覺之間已經開始放低咗某啲令你痛苦嘅執念。你繃緊咗10幾年嘅神經，終於喺呢個時候鬆綁咗，你大腦皮層嘅壓力俾大水沖晒乾淨。而生理上亦都意味住你體內嘅氣血開始加速循環，正在努力衝破嗰啲堵塞嘅經絡，心入面嘅垃圾清走咗，身體嘅氣血暢通咗，咁同發財有咩關係呢？關係大得很啊！老友記，而家啲騙子點解咁中意專揀中老年人落手？佢哋用嘅招數無非就係利用你哋心入面嘅恐懼、焦慮同關愛家人嘅軟肋。如果一個老人成日憂心忡忡、魂不守舍，佢個腦就係糊塗嘅，判斷力會極度下降。人哋隨便講幾句嚇佢嘅說話，佢就乖乖將銀行密碼交出去。相反，當你內心好似水一樣清澈平靜嘅時候，你個腦係無比清醒嘅。你行喺街度去買餸、去投資、去幫襯仔女，嗰啲無良嘅騙局根本擒唔到你身，你一眼就可以睇穿。同時清醒嘅頭腦同舒暢嘅心情，會令你喺處理家庭財務、睇市場變化嘅時候，擁有極高嘅智慧。你會發現自己最近睇問題特別準，以前糾結嘅理財問題突然諗通咗，以前覺得蝕本嘅買賣亦都及時止損。呢個就叫智慧生財，水能聚氣，氣能生財。
當你將內心嘅負面能量排出去，騰出乾淨嘅空間，現實生活入面嘅財富同福報先可以真正住入你屋企。所以話，如果你最近做過呢種同水同清潔相關嘅夢，說明你嘅磁場正在變得越嚟越乾淨，越嚟越富足嚇。請你喺評論區入面留低順風順水呢4個字嚟迎接呢股正在向你匯聚嘅清澈財源。跟住落嚟，我哋再深度剖析第二種代表你要行大運出人頭地嘅夢境，夢見登高望遠，又或者喺艱難當中不斷向上攀爬嘅場景。我哋香港人最驕傲嘅係咩？就係刻喺我哋骨子入面嘅獅子山精神。當年大家一無所有，喺獅子山下搭木屋，一步一個腳印，硬係靠一雙手將香港建設成繁華大都市。行山亦都係我哋香港中老年人最喜歡嘅強身健體方式。唔理係大帽山、鳳凰山，定係屋企附近嘅後山，每次一步一步爬到山頂，吹住涼爽嘅風，俯瞰下面密密麻麻嘅摩天大樓同萬家燈火，嗰種胸襟開闊嘅感覺，真係冇辦法用言語形容。喺夢境入面呢種攀爬同登高嘅場景，往往會被賦予更深層嘅心理學同命理學含義。你可能會夢見自己面對一段極其陡峭，好似永遠睇唔到盡頭嘅石階，可能係爬太平山，亦都可能係爬一段唔識嘅懸崖峭壁。喺夢入面，你覺得自己兩條腿好似灌咗鉛一樣重，山風喺耳邊呼呼咁吹，周圍冇一個人可以幫到你，你只能雙手死死捉住旁邊嘅樹枝或者岩石，極其吃力嘅咁一步一步向上攞，甚至喺夢入面你攰到直喘氣，個心好幾次都想放棄，大喊住我爬唔動啦。但奇妙嘅係你腳下卻冇停，最後你終於咬緊牙關，一步跨上最高嘅嗰個平台。就喺嗰一瞬間，眼前嘅迷霧突然散開，陽光普照，你見到無比壯麗嘅風景，成座城市都喺你腳下，你個心頓時升起一股豪氣，覺得之前嘅辛苦全部都值咗。好多中老年朋友醒咗之後，第一反應就係揉自己嘅大腿，心諗：哎呀，尋晚做夢爬咗成晚山，今日朝早起身全身酸痛，係唔係我身體衰老咗？係唔係我骨質疏鬆？定係暗示我接下嚟嘅生活會好似爬山一樣過得咁辛苦咁勞碌？老友記，千祈唔好誤會，從我哋國學最核心嘅易經智慧嚟睇，呢個夢對應嘅係一個極其吉利嘅卦象，叫做地風星卦。星卦嘅卦象下面係風，亦即係木，上面係地，就好似一棵小樹苗深深將根扎喺泥土入面，雖然上面有厚厚嘅土層壓住佢，周圍有風吹雨打，但佢體內嘅生命力冇辦法阻擋，正在頑強咁穿透泥土，細漸高大，一步一步向住天空生長。咁呢個夢背後嘅教育價值同身體科學到底係咩呢？我哋必須要面對一個現實嘅痛點。人到中老年，好多人喺心理上會產生一種非常強烈嘅失落感同無力感。退休咗唔再係公司入面嘅骨幹，仔女成家立室搬出去咗，自己喺屋企變做空巢老人。照鏡見到頭上嘅白髮越嚟越多，去醫院檢查，發現身體各項指標不如從前。呢個時候，好多人嘅潛意識入面會植入一個悲觀嘅念頭，覺得自己正在走下坡路，覺得自己老咗冇用咗，生活變成一潭死水，再都冇咩盼頭。喺呢種消極心態嘅長期壓抑之下，你體內嘅陽氣就會慢慢衰弱。喺中醫入面叫做脾氣下陷，腎氣不足。當一個人體內嘅陽氣同生機低落到一定程度嘅時候，佢嘅運氣亦都會跟住一落千丈，因為佢成個人死氣沉沉，好運同貴人見到佢都會繞道走。然而，當你突然做咗一個艱難爬山並且最終登頂嘅夢時，呢個其實係你嘅身體同你嘅靈魂向你發出嘅一場驚天動地嘅反擊嚟㗎，說明你骨子入面嘅嗰股獅子山精神，嗰股唔服輸嘅頑強生命力喺你嘅潛意識深處徹底覺醒咗你個腦，喺通過呢個夢境話你知。雖然現實生活中你面對住變老，面對住各種生活壓力，但你內心嘅嗰棵生命之樹並冇枯萎，
你非但冇走下坡路，你反而正在積蓄能量，準備喺人生長河嘅下半場實現一次漂亮嘅逆襲同攀升。喺生理學上嚟講，呢個夢往往伴隨住你體內陽氣嘅重新回升。當你喺夢入面覺得攰、覺得沉重咁，係你身體入面嘅氣血正在對抗由於衰老帶嚟嘅下沉力量。而當你最終登頂見到光明嘅時候，咁代表住你體內嘅真陽之氣終於衝破咗陰霾，升到你嘅頭頂，即係中醫講嘅升清降濁。陽氣足則百病不侵，心氣高則運勢必盛。一個做完登高夢，內心重新燃起鬥志嘅中老年人佢喺現實生活入面嘅精神面貌會發生翻天覆地嘅變化。你行路開始變得昂首挺胸，你說話嘅聲音開始變得洪亮有底氣。你唔再成日將自己關喺屋企唉聲嘆氣，反而願意積極出門去行山、去公園同街坊下棋、去茶樓同老友記吹水，甚至開始學習點樣用智能手機拍短視頻，點樣跟上呢個新時代嘅步伐。當你成個人變得積極、陽光、充滿能量嘅時候，你身上嘅磁場就徹底變咗。呢個時候你會發現屋企嘅氣氛變好啦。原本同你缺乏溝通嘅仔女見到你而家精神咁好，生活咁充實，佢哋嘅心亦都會踏實好多，家庭關係會變得空前和諧。而國學入面講家和萬事興，當一個家庭冇咗內耗，全家人嘅心思都往超市嘅時候，呢個家庭嘅財運點可能唔滾滾而嚟呢？甚至喺外面，你因為人緣變好，氣場變強，行喺路度都容易遇到願意提攜你，又或者願意帶你一齊嘗試新機會嘅貴人。呢個絕對唔係封建迷信嘅保佑，呢個係極其嚴密嘅心理學同磁場吸引規律。你向上走咗，全世界都會嚟幫你。所以話，如果你嘅夢入面曾經出現過呢種不畏艱難、最終登頂嘅壯麗場景，呢個說明你下半生嘅第二春馬上就要拉開序幕。你嘅社會地位、家庭運勢同財富積累都將迎來一次步步高升嘅巨大轉變。喺呢個關鍵嘅時刻，我誠摯邀請各位喺評論區留低步步高升呢4個字，為自己亦都為你嘅家人好好加油打氣，激活呢股正在冉冉升起嘅沖天陽氣。傾完前2種夢境，相信好多老友記聽到心入面已經熱血澎湃，開始重新審視自己嘅夢境同生活啦。但係唔好急，我哋老祖宗嘅國學智慧博大精深，除咗生理同財富上嘅轉變，一個人要真正行大運，人最核心嘅莫過於人際關係以及家庭內部因果恩怨嘅化解。接下嚟嘅第3種夢境，相比起前2種佢更加隱秘，但對於我哋中老年人嚟講，佢嘅份量卻最重、最關鍵，甚至直接決定咗你晚年能不能享福，能不能守住財富呢？第3種最隱蔽，但對我哋中老年人嚟講最沉重，亦都最關鍵嘅夢境，就係夢見與人和解，又或者放低咗多年嘅恩怨。老友記，你諗下，我哋到咗呢個歲數，經歷咗大半輩子嘅風風雨雨，睇盡人情冷暖，喺幾十年嘅生活同工作當中，邊個冇遇過幾個對唔住自己嘅人？邊個心入面冇斬落幾段委屈同怨氣呢？可能係喺幾十年嘅職場生涯入面，喺中環嘅寫字樓或者工廠入面，人曾經狠狠背叛過你嘅無良同事，亦都可能係當年為咗爭奪父母喺油麻地或者深水埗留低嘅一處舊屋，結果同自己鬧到老死不相往來，甚至對簿公堂嘅親兄弟姊妹，又或者係多年前借咗你嘅血汗錢，然後人間蒸發，令你同家人過咗好幾年苦日子嘅所謂老友。呢啲事雖然過去咗好多年，表面上大家年紀大咗，唔提咗解提，就係世上呢啲傷害同怨恨並冇消失，佢哋就好似一顆顆生咗鏽嘅鐵釘，死死咁釘喺你嘅潛意識深處。平時日頭你忙忙碌碌，可能諗唔起，但只要一到夜深人靜，又或者現實中遇到一啲唔順心嘅事，呢啲陳年舊賬就會悄悄翻出嚟，令你個心隱隱作痛。如果你最近喺夢入面突然遇到咗呢啲曾經令你咬牙切齒、恨之入骨嘅人，但奇妙嘅係喺夢境入面場景
唔係喺炒價，亦都唔係喺打假。相反，可能係喺一間充滿老香港風味嘅茶樓入面，陽光從窗灑入嚟，桌上擺住一籠蝦餃、一籠燒賣，你同呢個糾纏咗半輩子嘅冤家對頭，就咁平靜咁坐喺一齊，冇咗當年嘅囂張跋扈，你亦都冇咗當年嘅憤怒滿腔。佢主動為你斟咗一杯普洱茶，你微微點咗點頭，端起茶杯飲咗一口，甚至喺夢入面，你哋仲互相拍咗拍膊頭，相視一笑，咩說話都冇講。但嗰種幾十年嘅隔閡同仇恨，就喺呢一杯茶入面徹底煙消雲散咗。醒咗之後，你可能一時間有啲恍惚，甚至會有啲自責，心入面諗：我當年俾佢害到咁慘，點會喺夢入面同佢和解呢？我係唔係太冇骨氣咗？老友記千祈唔好咁諗，從國學嘅角度嚟睇，夢唔係你對現實入面嘅壞人妥協咗，而係你體內嘅因果怨氣開始散退咗。我哋成日講和氣生財，喺易經入面有一個非常著名嘅卦象叫做履卦，履卦入面有8個字叫做履虎尾，不懟人亨，意思就係話你踩到咗老虎嘅尾巴，但老虎卻轉過頭嚟冇咬你，結果反而係亨通順利嘅。點解會咁樣？啱咪？你運用咗極大嘅柔順同智慧，將最兇險嘅衝突都化解咗呢個夢背後嘅真正教育價值，喺心理學上叫做情緒嘅自我療愈同終極放過。你必須要明白一個道理，恨一個人其實懲罰嘅係你自己。當你日日喺心入面恨住嗰個傷害你嘅人時，你等於每日都將自己嘅能量、自己嘅氣場同嗰個衰人死綁埋一齊。喺中醫睇嚟，長期懷恨在心、怨氣沖天嘅人，佢嘅肝氣一定係鬱結嘅，心火一定係亢旺嘅。年紀大咗，人肝氣鬱結就會導致失眠、頭暈、高血壓，甚至會喺體內長出各種各樣嘅壞嘢。所以話夢見和解唔係你原諒咗對方，而係你嘅靈魂喺拯救你自己。呢個說明你近期嘅心態發生咗非常慈悲、非常高維度嘅轉變。你終於將嗰塊壓喺心入面幾十年嘅大石頭搬走咗。你嘅潛意識決定唔再用別人嘅錯誤嚟折磨自己嘅肉體同晚年。當一個人嘅怨氣散咗佢嘅氣場，就會從原先嘅尖銳、防禦、死板，又變成一種非常溫潤、平和、慈祥嘅狀態。呢種狀態喺風水學上就叫做和氣。你諗下，如果你日日拉住塊面，滿眼都係幽怨同防備，身邊嘅晚輩或者外面嘅財神爺點敢靠近你？而當你內心平和、慈眉善目嘅時候，你成個人就好似一個充滿正能量嘅磁場。呢個時候你行喺茶樓入面，行喺街市度，大家都中意同你傾偈，你嘅人緣會變得出奇咁好。中老年人嘅財富往往唔係靠自己嘅苦力拼搏賺翻嚟嘅，係靠人際關係入面嘅貴人相助，又或者係家庭內部嘅福氣傳導。當你身上嘅怨氣化成咗和氣，外面嘅貴人就會被你吸引過嚟。可能係一個多年不見嘅老同事，突然帶俾你一個靠譜嘅合作機會，亦都可能係街坊鄰居無意中透露俾你一個可以慳錢賺錢嘅信息。更重要嘅係，你嘅呢種和氣會深深感染你嘅家庭。好多中老年朋友最大嘅痛點就係同仔女嘅關係緊張。仔女喺外邊工作壓力大，翻到屋企如果見到父母成日抱怨咧、埋怨我，又或者為咗幾十年前嘅陳芝麻爛谷子念念不忘，年輕人就會覺得壓抑，唔想翻屋企，家庭嘅凝聚力就散咗。而當你通過夢境將內心嘅怨氣排解掉，對仔女展現出包容同理解嘅時候，家庭嘅關係就會變得空前融洽。仔女喺外面冇咗後顧之憂，感受到家庭嘅溫暖，工作起上嚟自然順心如意，升職加薪事有成，咁就係順理成章嘅事。呢個就叫家和萬事興，家和咗外面嘅財源，自然就會好似自來水一樣源源不斷咁流入你屋企。如果你哋都渴望化解過去嘅不順，渴望讓自己嘅家庭迎來呢份和氣生財嘅大福報，請而家就喺評論區入面堅定咁打下家和萬事興呢5個字，等我哋一齊用接體嘅正念去沖晒，
走過去所有嘅唔愉快，迎接晚年嘅祥和同富貴。好啦，3種能夠預示我哋行大運、發大財嘅夢境我已經全部為大家拆解完啦。但係聽到呢度，好多細心嘅老友記可能會問：大師，夢境確實好好聽住，亦都有科學道理。但夢醒咗之後，返到現實生活入面，我哋該點做，先可以將夢入面嘅呢啲好兆頭，穩穩當當咁變成我哋存摺入面實實在在嘅數字，變成我哋身體嘅健康同仔女嘅福報呢？總唔能日日瞓喺床度等住做夢吧？問得好，呢個正正係我哋今日呢期視頻最核心，亦都最有教育價值嘅部分。正如易經嘅綱卦所講，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老祖宗從來唔叫我哋坐以待斃或者迷信等待運勢，係可以通過我哋現實中嘅行為去鞏固同放大嘅。跟住落嚟，我就毫無保留咁傳授俾各位街坊3個喺日常生活入面完全可以落地執行嘅國學轉運方法。第一個方法就係學會調理身心，喺現實中真正實踐水為財嘅智慧。既然我哋知道咗清澈嘅水同乾淨嘅環境代表住財運嘅流通，咁我哋喺生活入面就要主動去創造咁樣嘅磁場。首先你要對你而家住嘅地方進行一次徹底嘅斷捨離。好多老友記有個習慣，特別中意喺屋企囤積舊嘢，20-30年前嘅舊報紙、破舊嘅電飯煲、仔女早就着唔落嘅舊衫，全部塞喺床底、陽台或者廚房嘅角落入面。喺風水同心理學上嚟講，呢啲長期唔用嘅雜物堆積喺屋企就會產生死氣，死氣沉沉嘅環境會嚴重阻礙屋企空氣同能量嘅流通，直接影響到居住者嘅呼吸系統同心理健康。所以話，聽我一句勸，揀一個陽光明媚嘅週末，將屋企入面嗰啲1年以上都冇碰過嘅舊嘢全部清理出去，尤其係廚房嘅雪櫃同門口嘅鞋櫃，一定要抹得乾乾淨淨。廚房係屋企嘅財富，門口係氣口，呢2個地方乾淨咗，屋企嘅氣場先會活起嚟。除咗清理環境，仲要多去大自然吸取能量。我哋香港有咁好嘅行山徑，有賽馬會資助整好嘅公園，仲有西貢、淺水灣咁靚嘅海景。唔好成日將自己關喺屋企睇電視或者刷手機，多約上3個街坊去城門水塘行下，去海邊吹下風，睇住嗰片廣闊嘅水面，大口大口咁呼吸新鮮空氣，將體內嘅濁氣呼出去，將大自然嗰股生生不息嘅清爽能量吸翻入嚟。你身體經絡通咗，心情開朗咗，呢個就叫喺現實中引水入屋，你嘅財運同健康自然會跟住好起嚟。第2個方法係修辭，口德絕對唔好喺日常生活入面喊窮或者抱怨。呢個係好多中老年朋友最容易觸碰嘅運勢盲區。有啲街坊平時去茶樓飲茶，又或者喺街度撞到熟人，一開口就係：哎呀，最近物價好貴啊，老本都快花光啦，日子過唔落去啦。又或者成日同仔女抱怨自己呢度痛嗰度痛，數落年輕人嘅唔係老友記。從現代心理學同國學嘅意念規律嚟睇，呢種行為叫做負面催眠。日日嘴上話自己冇錢、自己命苦、自己冇用，你個腦同周圍嘅磁場就會不斷接收到呢啲貧窮同絕望嘅信號。久而久之，你成個人就會真嘅陷入一種極度匱乏、死氣沉沉嘅狀態入面。你日日喊窮，財富嘅能量聽到咗就會覺得，既然你咁中意貧窮嘅狀態，咁好運就留俾人哋啦。所以話由今日開始，我哋要徹底戒掉呢啲折福嘅口頭禪，哪怕手頭再緊，都唔好逢人就抱怨。去街市買餸，對辛苦擺攤嘅檔主講聲多謝，祝人哋生意興隆。去茶樓飲茶，對推車嘅服務員微笑點頭講聲辛苦啦。喺屋企見到仔女下班攰咁返嚟，遞上一杯溫水，多講啲鼓勵、讚美同祝福嘅說話。正如國學入面講嘅，言由心生，福由口納。當你嘴入面吐出嚟嘅全部都係積極善良溫暖嘅語言時，你就係向外界散發福報嘅能量。一個充滿正氣同喜悅嘅人，人是生活入面嘅貴人和好運，避都避唔開。你第3個方法係多結善緣，
要明白財富同福報係通過人嚟傳導嘅。好多老友記年紀大咗，社會關係變少，容易將自己封閉起嚟，甚至變得對周圍嘅人斤斤計較。為咗街市入面嘅一兩毫子，同人嘈到面紅耳赤，又或者為咗鄰里之間嘅一啲小摩擦，記恨好幾個月。老友記啊，大可不必咁樣。財富同福報從來唔係從天上憑空掉下嚟嘅，佢一定要通過人呢個載體嚟傳遞。你對人哋好，人哋先會對你好。平時喺生活入面，我哋要樂於助人，力所能及咁多，幫下鄰里街坊。比如見到鄰居阿婆攞嘅嘢太重，幫下手；見到清潔工人喺大熱天掃地，送上一支礦泉水，呢啲睇似微不足道嘅小善舉，其實係喺為你自己、為你嘅子孫後代積累最深厚嘅福報。喺家庭內部更加係咁，我哋唔好成日諗住去控制仔女嘅人生，唔好去干涉年輕人嘅生活方式。到咗我哋呢個年紀，最大嘅智慧就係放手同支持，用我哋嘅閱歷去當仔女嘅避風港，而唔係當佢哋嘅指揮官。當你將家庭內部嘅恩怨全部用愛同包容化解掉嘅時候，你嘅屋就係一個堅不可摧嘅聚寶盆。各位經常支持我嘅老友記，生活喺香港，我哋見證咗呢座城市嘅繁華同變遷，亦都承受咗生活嘅重擔。但請你相信，無論你過去經歷過幾多坎坷，受過幾多委屈，只要你而家願意跟着老祖宗嘅智慧去改變自己嘅內心，調整自己嘅行為，你嘅下半生一定會迎嚟行大運、發大財、享清福嘅光明前景。夢境係天意俾你嘅提示，而行動係你自己對命運嘅把握。希望今日呢期內容能夠真真正正幫到每一位坐喺屏幕前嘅朋友。如果你覺得我講嘅說話對你有所啟發，令你對未來嘅生活重新充滿咗信心，請唔好吝嗇你嘅點讚，將呢期視頻轉發俾你身邊嘅老友記同屋企人，等大家一齊沾下呢份即將到嚟嘅好運氣。然後祝福大家喺接下來嘅日子入面身體健康，龍精虎猛，家庭和睦，順風順水，時來運轉，步步高升。我哋下期視頻再見。